最近因為一啲新嘅法例實施，引起咗社會好大嘅迴響。見到法例有不足之處，需要修訂，先可以達到法例嘅圓滿，同埋實現立法嘅真正意義。真係無獨有偶，今個主日嘅福音就正正講到法律。耶穌一開始就講明每條規條都有佢存在嘅價值，而佢嘅來臨係為咗成全現有嘅律法，唔係廢除。重點在於由心出發，將內心嘅惡念轉化為愛，並要將呢種精神實踐出嚟。就連傷害自己嘅人都要為佢哋祈禱，而唔係淨係遵守外在嘅規條。耶穌更用咗誇張嘅手法去強調罪惡嘅嚴重性，同埋徹底對付罪惡嘅必要性，提醒信徒千祈唔好輕視任何可能引致犯罪嘅事物。最緊要嘅係強調信徒嘅生活言行必須建立喺絕對誠實嘅基礎之上。呢段福音內容非常豐富，而家一齊靜心聆聽，用心感受啦。那時耶穌說：你們不要以為我是來要廢除法律和先知，我不是來廢除，而是使它達到圓滿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即使天地都消逝了，法律上的一點一畫也不會作廢，直到全部完成。所以，無論誰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導別人這樣做，他將是天國裡最小的。但無論誰遵行這些誡命，又教導別人這樣做，他將是天國裡偉大的。我告訴你們，除非你們的正義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正義，決不能進天國。你們聽過這句告誡古人的話：不可殺人，殺人者必受審判。但我告訴你們，誰說自己的兄弟是白痴，必受公議會的制裁。誰罵自己的兄弟是瘋子，就要被投到地獄之火裡。你們聽過不可姦淫這句話，但我告訴你們，凡注視女人而起淫念的人，他在心裡已姦淫了她。如果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把它挖出來扔掉，喪失一個器官，比你全身被投入地獄更好。如果你的右手使你跌倒，把它砍下來扔掉，喪失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被投入地獄更好。你們也聽過這句給古人的教訓：不可背棄誓言，要履行向上主許下的誓願。但我告訴你們，不可發誓，不可指天發誓，因為那是天主的寶座；不可指地發誓，因為那是他的腳凳；不可指耶路撒冷發誓，因為那是大王的城；也不可指你的頭發誓，因為你無法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。所以你們所說的話，是即是，非即非，多餘的話，都來自邪惡。呢段經文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我哋內心嘅光景同埋信仰嘅真實狀況，同時
又似一盞燈，指引我哋走向更深入、更真實嘅信仰生活。佢唔單止係一套道德規範，更加係一幅點樣活出信仰嘅藍圖，鼓勵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活現天國嘅價值，